我迄边人，大家都很爱种甘蔗，平常爱手天要风做些，行嘅时节手老师太人大追股，不过你下爱门嘅小鸡强喵，然后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因为奥多麦去公路旅行，大家挺爱强下落去了哦。廊桥是恒春的旧地名，喺排湾处蝴蝶兰嘅意思。你日本吹落款，嘛该蝴蝶兰用嘅客家。你跳出来呢？人讲的保利后花园应该树迄了搭的，还看到海呢。甲历史总讲，甲水应该树迄该佛笔筒。来，行过去看一下。哦，你跳出来，同好。哦。种酸本来青豆嘞，木炭窑你在下杯哦。哎，阿爸，你好，你好，你好，你这边是监工是吗？是的，是的。哦，这个窑是你做的，是不是？社区做的，我们助工来把它做起来。哦，所以现在刚刚2个大哥他们在开始要烧木炭了，把木材装到里面去，然后呢就把那个棉把它烘起来，然后才可以放。哦，所以它的步骤就是先留了薯条塞落去，塞落去以后，咱门会关起来。然后要烧多久？3天就可以了。3天就可以，3天呢，3天就可以了。但是那边风动态呢，这边风这么大，在这边烧的话，不会很麻烦吗？不会。而且很高呢，很远呢，怎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去烧木炭？因为最主要目的就是说，让客人去了解到以前我们这边老百姓的生活。割稻以后有农闲时间，对，他们就到山里面去砍柴。所以保利这个地方烧木炭也是以前的旧的产业。对，旧的产业那个生活的这个来源。好，该发毛斗讲嘞 ，anyway， 我们来烧木炭好不好？可以教我吗？我可以参与2个大哥的工作行列。好，你可以进去看看。我进去看一下，里面长怎样啊？不用录音啊，放进去了哦。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大哥。你应该是烧好的吧？要烧3天才会黑啊！哎呀！阿爸，你讲保利廖大北啊，是以前就是有伐木业嘛，对不对？以前什么树种最多？以前的树种在浅山这边的话，就是香树树比较多啊。而香树树呢，它就烧木炭出来的品质最好。你说相思树做木炭品质最好？对。阿爸，你楚葵是你可以试来做俩木炭窑的嘛？你是头先锋来做这个木炭窑的人嘛？对不对？这个也不是先锋来，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80岁的人以前都有烧过木炭所以他们有这个说把它传承下去。而这个木炭呢，有好多作用，过去那个水不好的话，也是用这个木炭做过滤用的。
嘿，不过现在这个水都比较好了，就不用木炭去做。现在有净水器了。对，还可以做对滤水器。对，头发应该降水啦，降水井水要过滤啊。对啊，那个地下水质要经过过滤这样子，还有除臭的功能。对，所以你可以因为你该露头发嘅基因含有才80几岁的老人家，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记忆，是过去看过老一辈有在做这个木炭产业，不受熊的老给严转了，来做那个产业嘅复兴就创了。所以是让年轻的人去了解到以前的我们的经济来源啊，还有这个，所以把这个木炭也要做在这边，然后呢，把这个里面的那个我们要过程方面再传承下去，不然的话断掉的话，因为这个木炭大部分比较不会受到时机的这个断掉了，哦，让年轻的也是了解一下，以后还可以万一啦。也必须要这个时候还有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回忆存在。对啊，真的是不简单。阿爸，什么呢？可不可以搞俺按多关于保利料搭配嘅故事老基因？老外讲故讲按究。什么？谢谢。那我们比较有这个好的地方就是那个黑石头。什么黑石头？黑石头就是我们带你去看就会知道那个黑石头了。黑石头，黑石头，好啊，那位，我们的祖先都说从天上掉下来，天上掉下来的，那就陨石嘛，对不对？对，带你去看看。好啊，在哪里？走啊，这你要带我去？对，在这里吗？对。你讲的就会粒石头啦哈，这颗石头在这里也是蛮突兀的。呀，这个石头那不有下林顶公园黑石文化园，那边变做一个公园了有。你说这颗石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我们这边所有的祖先每一家的祖先都说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而这个故事呢，就是说天上的仙童在那玩了一段时间以后，把那个石头扔就掉到刚好掉到保利这边来了，就是这样的故事。传说故事啦。对。但还没奇怪哈，你附近都没石头啊，没有什么大的石头，这里就突然出现一颗石头。对啊，以现在科学眼光来讲，旁边都没有石头，没有石头群，对啊，都是这个土壤，然后突然有这一块大石头。是。那这个里面的材质，看看，整个都是黑色的，真的黑褐色，所以有这个可能是在大气层当中呢被烧了一段时间，然后插下来的。那如果我把这个石头拿来做成一个锤子，就变雷神索尔的那个锤子了。阿爸一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好酷哦。这个石头里面也真的是黑的呢。都是黑的，整个都是黑的，到里面的，我去那边看一下可以吗？可以，好，今本日来到保利全台湾最南片嘅一个客家总头咧，今日动幸运哦，看到你汉蒙本人地道嘅，该那片保利嘅传统嘅产业火炭，有没有体验到？然后在火炭光蜡木拿进去的那个过程，但今日冇烧啦，该烧会3年咧，该冇咁多时间好等。该86岁嘅老阿伯，佢行土崖下来，看到你啊石头。在林顶公园有一个用个传说故事啦，就是讲天当跌下来可能迄天当个生眼狗跌下来对啊，看到按私人嘅环境还有这么好的一个规划看到应该还有动到石头会好，动到石头会做，继续加油吧！
台九线终点到咧，太家人有朴树遐嘛，453公里呢，无简单呢。系啊，今日去到个保利社区啊，本来动感通，心里很澎湃，就像那落山风一样，哦，也像那个蝴蝶兰呐，再给你按奖按凳一下，给他推广客家，真的是无话可说 ，respect。唔但抢台九线哦，台3线爱好向天，观音进城有几咩游戏，无相信哦，大家看。多咧，总算多咧。来讲，我要吐太家来，来去真人吐太家来看，看得到无？台3线436.3公里，终点屏东，恭喜！我从台湾去跳，台北、桃园、新竹、苗栗，按用下来，下降那片来，屏东，总算到咧，去我都买甜咧，好啦。到终点了嘛，我紧主持人个节目，要录到那边要差不多咧。下礼拜要看到我无？唔知我去睡梦咧，天公会再讲，拜拜。